叫啥？送，送啥？你敢无味着？有一个做这时阵来唱一条歌，你知无？什么歌？你知啊？紧来啊！就是就棒，对，好，就是安尼。我无大无大，听朋友你钱哪后，伊要准迄个声，伊你钱哪？抓袂起来你。别安尼，咱的阿变老师会起笑。好，听众朋友到底是啥物物件做芳？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开拍嘅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来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是啦，听众朋友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下面来拍服啊哈，两个人都无唱。还是有去抓老声。师你好，你会使讲话啊？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老师，你来介绍一下啊？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开始啊你。对，已经开始啊。你当中难跟你练习票，无已经开始啊。哦，我唔知我要讲啥。老师也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对。我姓吴，叫吴一面，8年传承香埔的负责人。哦，是第几代咧？第4代。第4代哦。我已經100幾檔啊。哦，厲害呢。對啊，聽講老師原本是咧做迄金融誒。對啊，我伫銀行。銀行係啊。啊是安怎會決定講要轉來啊？因為你看人講銀行這是鐵飯碗嘛。黃金的鐵飯碗，這是咪有問題？金飯碗。金飯碗。對。鍍金的。對啊。現在會想要就是換這個行業啊，轉轉來台南。其實我本來就佇台南啦。哦，本來我銀行台南嘛是佇台南吼。是的，是的。是。啊，這其實有當時一開始咱嘛無這個規劃嘛，無想講咱會另做安尼行，吼啊個自然時機到啊，機緣到啊，咱個自然會做迄個決定啦。安尼哦。基本上就是我佇銀行尾啊，就是感覺講做理專啦，就是迄個咧講規劃吼啊，在乎規劃迄種。我聽做講規咧，我想講哈，規劃啦，規劃，那是規咧嘛是歹做啦。係啊，啊因為迄個是攏咧銷售，攏咧賣金融嘅商品啦。了解。感覺講一直咧賣物件，佢毋是當初咱要愛嘅迄種銀行嘅生活。對，啊，這是一方面，就是安尼，佢無啥介迄個時陣銀行嘅迄個生態啦。哦，了解。因為競爭嘛，吼，所以個是攏愛可能有小可壓力安尼。對，而且嘛有迄業績嘅壓力。業績啊，愛替銀行賺水線夠啊，這還未夠啊。對，吼，啊，所以講這一方面，啊來厝鄰這邊就是阮兄店是100幾檔啊嘛，我是第4代，阮閣有一間鹹酸甜的店啦。哦，嘛是100幾年啊。無，鹹酸甜差不多40出，係，對。哦，兄店我是第4代，鹹酸甜我是第2代啦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所以講迄個漸漸個面對傳承的，對，就是問題。厝鄰的長輩啦、爸爸啦、阿嬷啦，攏年歲攏漸漸大嘛。啊，所以講這個是變成是需要厝鄰的人來接，吼，啊無。迄個時陣，無人要接嘛，足簡單啊，個門關落來個結束啊。無人要接，所以意思是你有其他兄弟。毋是，我意思是講，遇到這個情形的時陣，就是厝內面的人愛有人出來，對，愛有人出來傳承啦。真拍算呢，若100年啊，雄。就安尼結束。是啊。啊，所以講，迄陣就是銀行這邊個感覺無介意，啊，這邊有需要，迄邊個時的啊，個過來，等來厝鄰，接厝鄰的天公伯來安排啦。是，會當安尼講啊，係啦，時機到啊，係啊，咱厝鄰個過來啊，安尼。了解。安尼想要請問一下，恁的店名，這個吳萬春是恁的什麼人？正常人攏會認為講，迄是阮的第1代，還是講創始人？一般毋是攏安尼。對，吼，啊，其實阮家族啊內面無即個人啦，所以伊毋是一個人名，阮個無吳萬春即個人，阮姓吳啦，所以吳萬春毋是人名，啊，所以伊是店名，伊是店名啦。啊，那為什麼要店名號安尼？基本上我所在一開始是要叫做萬春啦，萬春啊，萬春嘛是一個足好的名詞嘛。對啊，會當開1萬的春天。萬春嘛，吼，啊，攏有春嘛，吼，萬年春嘛，吼，是足好。啊，阮姓吳，佮甲吳加起嚟。哦，較早有一個時陣有即種誒習慣啦。我姓林，我姓王，我會甲我的姓冠起哩，我的店名頂冠，啊，看起來個變3年。林百惠是。
就是安尼来对无？08岁啊，对啊，感谢安尼来。08岁较无生一个人名，当然，迄个当初迄个人是姓林，对，你个日本人是姓林。我想讲，就是甲迄个林甲关起哩。啊，讲迄个意思对啦，伊是甲林关起，但是08岁大概较袂感觉讲伊是人名，伊袂感觉是人名，是百货公司的意思。但是5万春听起来是迄种老辈哦，因拢会好即种，就是较好阿伯就叫万基啊，即个要来啊，搁要恁亲情是吗？万年岁过，绝对有人号名号5万春即个人，对啊对啦有啦。啊，咱上有名的有一个人，是讲恁足少年哈，毋知影。对啊，我18岁、19岁，看会出来。上有名的一个叫做蔡万春，蔡万春，国泰集团敢若有听过，当初蔡万林、蔡万春，因姓蔡，其实伊的名嘛，蔡万春，所以所以5万春绝对有人号即个名，而且查甫拢会当号。对啊，春迄个字查某嘛会当，对，就那是迄个好结调啦，什么拢春啊，对，万年春啊，对，有春你叫你有听对嘛？有一个听众叫有春啊，伊南部的，对，应该过了袂歹吼。有啊，我看拢有一名号了好嘛。伊一工甲毋讲讲去倒佚佗，对啊，金生。好，过来要问老师，就是即间店已经100年外，听讲即个手工做香嘛是老师咧带的导览，敢会当甲阮小解一下香的历史啊，佮有做香的一寡专业的事。好，不过安尼讲啦吼，即个手工做香是阮香店100几年来就是拢安尼。咱买手有时间还搁来讲导览吼，就是讲你拄仔是问安那手工香啦，香的历史哦。对，阮是。个拄仔讲嘛，100几档嘛，阮开的迄档叫做公事21年，西元1895，听众朋友，恁若是有来看谱文，阮甲老师翕相的时阵，都甲迄个清公事21年甲翕落去啊，对，扛棒面顶都写啊，所以公事21年算足遥远嘛，1895，所以即马2025，扣起来个120几档，130几档，对，迄档其实公事21年，阮若咧带导览吼，拢会问讲迄档大家敢知影有发生啥物代志？毋知，煞考一个历史。毋知，阮18岁无读册。是，安尼我甲你讲一下。那个老师发问，老师甲我讲。迄档就是咱签马关条约迄档啦。就是迄档甲，对，清朝甲台湾朋友挂号日本啦，挂号日本人来统治台湾的迄档啦。对，阮就是所以嘛历史真悠久啦吼，100几档的老香店吼。听讲就是香原本做出来，毋是为着要拜拜的，对无？你才知？我有去查，我做功課吼，對。我去偷看老師的導覽。是。香一開始，阮咧講的就是講發明香，也是講香的迄個創始者，阮叫做九田玄女。九田牛牛，這是一個，我那是迄個身價真懸的一個神尊吼，對當初就是伊發明的，當初就是伊還未變神的時陣，就是一個查囡仔嘛。迄個故事就是講伊足聰明足巧，結果伊迄陣因爸爸有破病。佇古早破病的時陣，加油啊！我就講你會講摕健保卡出來去找醫生吼。迄個時陣無健保卡啦。無讀冊，但是我你嘛知影健保卡是啥物時代的產物啦？我細漢時陣才有誒。好，老師叫咩講咩落去？算一下看，安尼個要互大家知影你幾歲個對啊？我細漢時陣。是，對。所以講伊就是去挽草藥啊，吼，中藥材。我講九田牛，九田玄女迄個時陣，伊個去挽草藥嘛，吼，要挽中藥材。迄陣伊個轉來轉藥啊。轉藥啊，要互因爸爸啉，吼，要治因爸爸的病。結果足奇怪，迄屆因爸爸拄好，藥啊轉了，就是無愛啉。安怎就是無愛開喙甲迄個藥啊啉落。迄個時陣要安怎？我破病，我藥啊啉落，敢一定會好？無一定啊。我藥啊攏無要啉，個絕對袂好嘛。對啊。所以講這嘛毋是辦法。所以九田玄女伊嘛足聰明足巧，伊就講無因爸爸無愛啉即個。
药汤吼，伊个甲迄个药材吼，中药材草药伊个甲磨做粉，磨做粉啊，甲卷的，用点的，个有一个烟出来，个因爸爸输迄个烟，所以讲共款即个中药材本来是煎药啊，煎做汤的。汤水药水，对，即马甲伊甲改做用烧的用烟，甲互因爸爸输入去，结果真正有效，伊输的输几工啊，因爸爸个好伊啊，哇，原来是安尼。所以这个是阮一般来讲，就是香诶发明者，就是安尼来，就是九天牛九天玄女，伊个变阮即个行业的。发明者，好，所以讲，假使讲也是一个查甫诶，个叫做祖师爷嘛，对，因为伊是查某诶，阮拢叫伊神祖嘛。神祖嘛，就是叫祖师娘。祖师娘个较无，个较无遐个，阮是拢讲神祖嘛。神祖嘛，听起来变叫安尼。马嘛是尊称嘛，爷嘛是尊称。对，这是阮家己叫诶。因为阮就是香店嘛，阮是咧卖香咧做香所以会当个延伸落，就是讲别人安那称呼九天牛九天玄女，别人会叫伊香嘛。香嘛，就是做香即个行业的祖师爷的意思。阮叫伊神祖嘛，别人叫伊香嘛。对，所以这嘛做趣味的这一个传落来一个故事啦。对，所以香就是安尼发明的啦。哇，咱今日真正是学着足济呢，知识啦，毋若去学着咱台湾的历史，去学着神祖妈的历史。是。听众朋友，你会感觉讲咱即届的环境的声音有淡薄仔无共款，因为咱今日是亲身来到香埔，嘿，对，咱来到台南出差，这就是对，咱拄则无介绍呢，咱出差的第一集。就是伫遮啦，欢迎啦！对，我够欢喜啦，甲老师约伫即个真芳的所在，有够欢喜。但是老师咧台南腔一听就知影，对，香啊，无咧，我是香啊，对但是台南人有一个香啊，对的音，唱歌，对，唱歌，我是唱歌。既然讲到台语的部分，咱要来甲老师请教，拄则白边有讲要甲你请教一寡做香的专业术语。老师，你跟咱甲阮讲，就是譬如讲做香的迄个撇步，对，听讲你有8个动作爱做。是，其实这个手工香愈来愈少看到啦。对所以讲这嘛是一个老工艺嘛是一个传统技术，所以讲有需要互大家知影。上好是有人有少年的来学做香上好啦。无来学，无你嘛爱知。对，好，安尼我就简单讲一下吼。第一步就是叫做先准备香卡，就是咱拜拜。你即摆想的就是咱咧拜拜嘢，迄个叫做，咱即摆就是咧解说迄，迄支，这基本上这个会当问吼，有足侪人拢会甲我问讲，迄支嘢，迄支是竹啊，还是什么做的？我有，是茶啊，是竹啊哥，竹啦。你知影是竹啊呢？对，我有去查。好。我拜拜的时候有甲问啊，是，对，迄支是竹啊，所以讲毋是茶，这基本上个有40-50%一般的人会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啊，人就讲这个最简单的代志，无有的动作讲，有的看袂出来迄支是啥物但是我知影讲毋是茶，但是我毋知影讲是安怎，是竹啊较好。基本上竹啊有伊的好处啦，就是讲伊其实你外口就是香粉啦嘛，迄个是树啊的迄个磨做粉，所以讲咱来管的就是中迄支是竹啊甲茶的感觉就无共嘛，竹啊有小可有弹性对，所以讲竹啊嘛有足侪种类对毋对？迄个啥物桂竹、毛竹啊，迄个芒种竹哦，足侪竹啊的品种啥物竹啊适合来做香咧？嘛是有几个简单的条件，就是第一，你迄支香爱直的，较直的，莫弯弯翘翘啦，较直的较好看嘛，无你插一支香起来歪歪对，第一较直的，第二莫伤软，话软啊，插伫遐。伊个主人伊较嫩，伊个小可个歪歪啊，歪去就明白。你爱互伊
所以这嘛是。这是我在买香，刚才在几点？我要会出明白。我无鼓励人去做这种动作，所以我无卖迄个会当看明白的香啦。对，吼，无这种代志啦，吼。不明白嘛是也讲正常的香气啦，所以讲卖烧软，过来，既然你是香，就是爱烧嘛，爱烧爱倒落来，所以讲你爱迄个这个底下的性质是。会当完全容易完全烧落来，会当完全烧的啦，会当烧的这个，所以讲就是对，较好烧的，应该安尼讲啦，所以讲就是较直的，卖烧软，好烧，这个真几个条件，竹啊，就会当适合来做香啦，所以通常就是桂竹甲毛竹这两种是上界普遍咧做香的，茎的，个毛啊，毛，个迄个毛竹啊，卡毛的毛，对，个有一种品种的，了解，毛竹啊，甲桂竹，桂就是桂花，这我知，桂花的桂，桂的笋真好食，有拢知，这个拢会记条啦，对，好，所以第一步就是甲香卡准备好啊，对，过来第二步叫做拍底，拍底，我先讲一个，就是讲上简单的，就是安那，中是支竹啊，都我已经讲啊，竹啊，来边啊就是香粉。粉嘛，看我是要用甜，要用弹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最简单的，就是我甲这个，比如讲弹的粉好啊，我甲弹的粉黏在迄个竹啊顶悬，黏好有顺嘛，袂当安尼，则较粗，则较油黏好水，对，平均安尼，这个是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是甜还是弹，你甲隔水，伊就是一股伫遐，对啊，所以讲。有一种物件做出名叫做楠木，台南的楠加一个楠木的树皮粉。楠木这种树仔的树皮甲刮落来，甲磨做粉，叫做楠木树皮粉。这个物件隔着水，伊会黏。伊就是有这种特性啦，伊会黏。所以讲做香一定爱用。阮甲这个楠木的树皮粉，阮叫做黏仔粉。黏仔粉，黏啊，那个会黏，迄个黏啊，伊就是自然，伊就是会黏，伊有这个特色。所以讲做香一定会用到黏仔粉。你看加香粉黏去你竹仔顶悬，还是讲我香圈啊？香圈啊是迄个塔香，有迄个形嘛，对不对？迄个形拢是爱靠黏仔粉去甲用出来。无伊要安那一链伫遐，就是爱有黏仔粉。所以讲咱搁转来第二步叫做拍底，我伫空白的竹仔顶悬，先甲黏仔粉先用一层去伊的面顶。先这个是第二步，先拍底。好，过来就是叫做梯香。皮香梯开的，对，面件开。所以讲这个梯香，我先安尼讲你想阮百几担阮师傅咧做香，你感觉伫较早师傅讲话，伊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？台语啊，对。所以我才会来找你，爱甲你这上顺的，我百几年传落来，讲互大家知，讲互大家听。对，所以这足趣味的师傅拢讲梯香，就是梯开啦，甲物件梯开，迄个。有一个动作对不对？梯香但是咱若要甲字写出来，正常会甲写做展香，佢刚会当安尼写嘛，展香你也较文雅的，伊个会写轮子扇，但是迄个展香你也要甲翻做台语，无一定大家拢会当甲换做台语啦，所以这是台语甲翻过来。华语写的字，对，了解。所以讲原始的是梯香是上界。有迄个味道的，还是讲嘛是迄个表达出来做，会当做清楚的啦。就是用台语来表达这个动作，比你用华语写，其实写展香是变啦，发展香叶嘛，是啥物？所以台语真正是做。所以你看咱学台文字，对，这台文字得当甲迄个梯香甲写出来，对，写好团形，对，过来天香了，做的时阵伊爱浸水啦，浸水来甲迄个香粉灭来，灭来就是天香迄个动作，灭来了师傅因为伊会缩掉的，伊会黏掉的，所以师傅爱用伊的技术甲剃开，
啊，剃开的时阵拿一个迄个盔绳安尼，一个盔绳安尼做水的，啊，这个是上界蓝、上界效果叫技术，啊，佮看起来做水的一个画面，对，吼，这是上重要的一个阶段一步啦，吼，对，叫做天香，啊，所以我有浸水嘛，所以淡淡嘛，啊，所以讲后一步天香剃了后一步叫做曝香，曝香，哦，啊，华语叫做曝就是晒太阳的晒嘛，曝香，但是师傅毋是讲曝香这两字，有更较厉害的话叫做披香。披萨，对，伊是披萨阮咧披香就是讲伊有一个架啊，有一个甲香，则规束的香，甲安尼甲披起有一个，所以这个披香，甲迄个曝香披有一个动作出来，佮有警察呢，对，拍个咱静态个放伫遐伫遐食你安尼尔，披是佮有包括迄个师傅的迄个手，对，所以叫做披香，对，啊来就是爱泥香骹，因为香骹拢红红，啊，古早就是因为安尼看起来较喜气，吼，水乌白大斑，对，个这个意思对，吼，啊，所以爱泥乌色的香骹，会使，但是无人安尼泥，真诶哦，讲个手乌，对，啊，所以就是泥香骹，泥香骹遐是遐嘛淡，啊，所以过来就是曝香骹，所以后壁的布就是。一步啊，但是讲较简单啦，上难的就是伫天香遐啦，天香遐吼，啊披香啊泥香骹、曝香骹，啊来个来就是金香，金香就是咱即摆讲的品管啦。其实师傅伊咧做伊咱手工香，伊安尼做，其实伊每一步拢会伫遐顺，拢会伫遐看，有歹意的，有无好的，伊个拍掉啊。但是到上尾啊，佫有一个金香的即个动作，就是品管的动作，佫有一个人会伫遐，佫较顺一遍，吼安尼，啊所以嘛是真认真的吼，真有精的吼，对，佫有品管的吼，对，啊来金香金了就好啊，啊过来爱包装吼，啊即摆香大部分拢是放伫塑胶袋内面啦。啊，阮住较早，阮就是拢用红纸包的，啊是就是啊，这看起来就做有古早味，甲人拢无共安尼。听种朋友佫讲一摆吼，来去看阮的铺文吼，老师手有摕2个香啊吼，老师你安尼香安尼红纸包起来，这个单位号做啥物？阮是每一包是半斤一包香安尼，老师手里有摕2包香啦吼，迄2包拢是。共平重拢是半斤，啊，所以但是有一包较长，对不对？较长啊，伊个较重嘛，啊，所以讲伊较少支，对，对，较巧啦，哎呀，对，啊，较底迄个个较侪支安尼。老师，咱做侪假，老师咱搞鼓励，我要报名，有啦，细汉阮老师嘛是讲咱来鼓励吧，爱讲学乐啦，爱讲学乐，对。啊，讲到大细支，就是香嘛有寸笑嘛。对，基本上上界普遍的就是2种寸笑，一个是笑3，一个是笑6。啊，笑3就是1笑3寸，一笑3寸。啊，笑6就是1笑6寸。迄种大寸甲大笑啦。笑3笑6，对，啊，就是2种，这是上界普遍的啦。当然嘛有笑2的，嘛有2笑的，拢有。啊，但是上普遍的就是笑3甲笑6。啊，这笑3甲笑6敢有啥物差别？有人讲啥物拜外口的神明，就是咧笑6，啊，厝里用笑3，敢有这种讲法？我毋知呢。有种讲法，但是我到就干一包尔。是，安尼应该安尼讲啦吼。咱去庙里拜拜，你比你庙内面，伊互咱的香，若是你家买的香是笑3的啊，毋是笑6的。无啊，笑3啊，你哎呀，无。笑6看起来就较长啦，所以讲你就是你去庙里头一间庙，伊提供互你的香嘛是拢笑3的，安尼啊笑6个要安怎用吼？安尼讲个笑6个，就是讲我厝里有熟悉神明嘛，有公妈，有祖先2种拢有的时阵，我的香爱做一个差别啦，因为神明是神嘛，神就是较悬较嘛，伊是神嘛，咱的祖先佫是人嘛，还袂变神嘛，所以讲伫即个时阵你个爱用笑6个去拜神明用。笑3来拜祖先，你看我有礼拜，爱有分啦。啊，假如讲我厝里敢若神明尔，我厝里无好使。你笑3笑6拢会使。对，佫有另外一种，阮兜敢若公妈，阮兜无神明，嘛会使啊。啊，即种的时阵，你嘛是个用
欢喜就好一般就是拢会用，较袂用笑力去拜祖先啦。是啊，就是讲用笑衫个会使啊。对啊，你若伫厝里，我个人声明尔，你要点笑衫，其实嘛无要紧啦。无要紧，就是讲两个东西拢有诶时阵，你个爱有分别。对，安尼是对神明一种尊敬啊。对，个点共款诶香啊，但是即摆人愈来愈凊彩，我是讲我厝里有神明有公妈，有拜个足好啊。我个买共款诶一种香，你会叫阮老母拍我咧讲哦，乌爸妈妈，你讲你教我，你听吼，笑三笑六爱分哦。两个会要共嘛，神明诶路会较大嘛，公妈诶路较小嘛，公妈诶路会退较后壁嘛。对，你个咧有一个差别啦。啊无你个规矩，无你个囥做伙嘛，对不对？你当毋敢拜好共一线，无嘛，你一定有分别嘛。所以你诶香，你嘛是爱有分别较对。是。对，好，我请问讲这香除了拜拜，佫有啥物功能咧？基本上香伫阮遮吼，阮甲香分做两大类，叫做拜拜咧用诶香，一种叫做生活香。生活香是啥？生活香就是伫阮兜诶客厅，阮兜诶我诶册房，我诶房间咧点诶香，叫做生活香。即种香。甲宗教、甲拜拜无关系，所以讲这个是对偏芳、偏爽诶，对，所以讲这是两种无共款诶用途诶香，所以讲香诶形诶生做无共。对，形无共。我迄个香个毋是拜拜迄种香啦，本身叫做奥香啦，是啥物盘香是无共是香粉安尼。其实古早人拢有咧点，当然因无即个生活香即个名，但是古早人拢有咧点啦。你看你也看古装诶，伊伫迄个有，敢是细细香炉安尼，嘛是一下点招待人客嘛。这是皇上赐互我诶，香。对，宫廷咧互道，对不对？迄个香内底偷囥迄漏。对，就是有咧要甲害，对不对？系啊。所以讲，这个代志甲咱讲，为什么要点生活香？要拜拜，就是因为我有需要嘛，我爱拜神明嘛，迄个宗教我。拜祖先，迄是一个迄个祭祖嘛，迄个是生活香为什么爱点生活香要创啊？因为即摆诶人啥物无压力足大，生活压力伤大。囡仔有囡仔诶压力，高中生有高中生诶压力，老人有老人诶压力，主持人诶压力。对，观众嘛是有观众诶压力嘛，对，所以讲咱。生活香就是会当互咱舒压、放轻松，会当迄个舒落的爽快，对，互你的迄个精神会当安定，会当放松，这个是生活香的。咱即摆现代人点生活香的目的啦，其实香毋是干那摕来拜拜尔，香佫有足好的用途通用。但是上重要的一点就是讲，不管啥物香，你毋通去买化学香啦。对啊，我拄则要问呢，咱这手工做的，甲这机器化的要安怎分啊？我著买转来，我要安怎分？对，所以讲手工做的甲机械做的，这做的方式无共，并毋是咱拄仔讲的化学甲天然。应该安尼讲吼，原料是共款的，原料叫天然的嘛，天然的原料、天然的香对应叫做化学香。手工的对应叫做机械香。所以讲。机械无一定是化学香，我买单用天然的原料去用机械去做啊，所以机械做毋是歹代志啦。佮即摆什么物件毋是用机械做的，安尼较有迄个产量会当出来。化学香就是讲伊的味毋是天然的迄个甜啊、淡的、树啊的迄个味，伊是用化学香精。化学芳精啦，是化学芳精调出来的味，所以讲迄是化学的原料，所以讲你点落出来的烟，你滋味你会感觉讲会伤害你的身体啦。所以讲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，厝里的人啥物人买顿来香，你甲坐起来点是讲你伫庙里做坐香伫遐咧烧迄个薰，迄个你边着做刺激啦，做无爽快，会头戆的头晕，老目油，想要吐，所以其实咱的皮肤拢会当感受到的对啊。这是做甲做歹的化学香，对。所以讲化学香有当时伊嘛是会进步，伊互你片袂生出来。是化学的所以讲这个是即摆香上大的。这时阵是要安怎的找这个百年老店，还是找有经验的啦？其实科学的方式去提化验。
问题是无可能嘛，普通人我都有可能不伤法管，超过伤错所以讲上简单咧，你即支香片咧，你感觉做歹片做刺激，迄个是化学的啦。对，但是你片起来，敢若毋是无迄个做歹片的味，无代表伊是天然的哦。有可能是你还未片出来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讲我佮讲第三点我确定我即支香是天然的，我第二点，我片起来绝对袂感觉无爽快。因为一定是好片的，毋可以摕来做香。所以讲这安尼，敢若前几点会当判断，所以嘛无完全嘛，所以佮甲你讲第四点来判断的方法就是去找你会当信任的店家，因为我讲到尾，即个香用啥物都去做的，敢若做的人知啦。对啦，你个除非你摕去化验，无你是要安怎？触节粉晒落去，你嘛毋知呀。对啊，这是吼，所以讲你敢若要用迄个片什么，除非伊做甲做歹，你一片个片出来，你也无感觉出来。你嘛是，其实内面嘛是化学啦。输入去身体就败害去啊。对，所以讲，找你会当信任的香店买香，这嘛是一个参考的迄落啦。是。即几年大家较注重环保嘛，有诶庙甚至就是无开始咧野香，对香铺来讲是足大诶挑战。老师，你要安怎面对？就是爱传承落来，佮环保即两种之间诶平衡啦。是。我讲一个吼，这个甲多我讲迄个化学香有关系吼。因为化学香即马市面上8-9成拢是化学香。对啊。来我讲一个环保即个问题吼，我感觉政府爱叫大家卖点化学香，毋是叫大家卖点香。点天然的香是无要紧啊，古早人几千年中华文化毋是拢咧点香，所以讲会卖点化学香啦。才袂空气污染安尼。对，所以这是即点是冲击上大的一点，对。你讲我们要传承即摆即个个演变甲安尼，咱嘛是无法度通改变啊。所以咱有机会去甲别人，互大家知影，不管是广播，不管是电视还是访问，咱个互大家卖买化学香，买天然的，天然的上好。所以讲伫即个所以讲即个阮伫即个时代愈来愈演变，阮要安怎营运阮香店。所以讲我就是讲我迄个拜拜的香，阮来维持，阮来甲保护，阮甲保护。迄个生活香，阮来推广。因为你会当可能无逐个人拢有拜拜，对毋对？你会当卖拜拜，但是逐个人拢爱过生活。对。无一定逐个拢会拜拜，可能拜拜的人愈来愈少。但是逐个人拢爱过生活，逐个拢有压力，逐个拢爱找一个会当放轻松的方式。你咱经会当互你放轻松的点。生活香嘛是一种足好的方式，但是前提是天然的，你毋通去开钱买化学香，转来用这个，转来伤害家己的身体，安尼个足戆的代志。对。哎呀，安尼讲遮济啦，天然的上好，这个时阵就爱来工商服务一下啊。老师来介绍一下，咱的香铺叫什么名？再讲一遍。阮其实阮有搬过两间所在香店的名，因为百几档这乐的，阮嘛是有改名，阮一开始叫玉梅香行。玉梅香店，尾仔改5万村香行，对，阮即摆的名，登记的名叫做百年传承香铺啦。但是话嘛，就拢叫阮拢叫惯势，阮有8到10档的名，拢叫做5万村啦。5万村香店、5万村香行，对，所以拢共款啦，就是咧阮啦，就是咧叫阮个对啊。啥名伫咧面册面店拢会当找着啦。对，当然。都是最近敢有啥物活动想要甲阮分享的？其实阮做香，因为这是阮的一个传承甲一个责任嘛，所以阮正阮拢有开课，阮会当体验做香，阮有3种无共款的课，会当互大家来做无共款的香，对。因为尾仔无着啥，无着疫情啦，疫情你个袂无适合伫秀台咧开课嘛，所以阮会甲停起来。疫情过啊，但是即马较无用，阮个无主动开课，但是阮有接受团体来包班啊，来迄个，这是偌济人会使包班？12个以上都会当。我们若一个人付12个人的钱，敢会使一个人包班？会使，对，安尼我嘛是足欢喜啦，对，足欢迎，所以这个是阮直接的迄个课啦。对，这团报要去倒一步？阮有一个官网，阮有官网顶管拢看会到。网站面顶你就是甲 Google 迄个百年传承香铺，对，当美丽馆的迄个电话通好卡。对。除了这个是
商店直接关系嘛。对，我家己其实对台南是古都，我嘛有咧带导览啊，互大家来熟悉即个台南的迄个文化甲迄个伊的故事安尼啦。即个消息拢会当伫咧面册面顶看到，若是有问题，敢会使直接伫咧卖种也甲恁私信来甲恁问，敲电话来敢方便？拢方便，我敲电话要用Line，要用迄个 FB 拢会使啦。对，是你要写批过来嘛会使啦。写批哦，写手工的。email 我讲的是 email，连珠批啦，寄批落油桶寄来遮。嘛可以啦，我会手写甲你回啦。哇，啊你会压一寡香粉里面，抓拢胖胖的，较胖吼。对啊，我收到的时候做欢喜的，伫遐数啊。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好啦，较正经啊。好，感谢老师，今日真欢喜来到恁现场。听没有？你有听到现场佫有咧包回迄个脸部的声音，佫有人伫咧惊休行的声音，有够赞的。哪像阮今日嘛伫咧做工课共款。好，若是想要知影佫较济台南的消息，佫较济百年香铺的消息，拢会当去因的卖种业来找哟。嘿，那安尼时间差不多啊。好，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请上门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